大家好，呢一集嘅培訓，我哋先由一個最根本嘅問題開始，就係點解酒店業界特別需要企業管治？酒店業界提供嘅從來都唔只係一個實體嘅產品，而係一整套高度依賴信任嘅服務體驗。由客人踏入酒店嘅一刻開始，佢哋就會將個人資料、支付資訊、行程安排，甚至係人身安全交託俾我哋。正正係因為咁，酒店業界面臨嘅風險往往唔係單一操作錯誤，而係制度層面嘅風險。一個小小嘅判斷失誤都有可能演變成投訴、合規問題，甚至影響品牌嘅信譽。企業管治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套用制度取代即場判斷嘅管理方式。佢並唔係限制前線嘅員工，而係確保無論邊一位同事喺邊一個情況之下，都可以按照同一套清晰嘅指示去工作。如果缺乏企業管治，管理就會變成靠經驗、靠人情、靠即時反應，短期可能應付得到，但係長遠嚟講，制度風險只會不斷咁累積。因此，今日嘅培訓內容會由整體嘅框架開始，逐步去拆解企業管治喺酒店業界入邊點樣由概念變成實際可以執行嘅管理安排。理解企業管治嘅重要性之後，下一步自然就會問，由邊個去負責管治呢？喺酒店業界，如果將所有嘅管治責任都集中放喺個別嘅管理層身上，風險其實非常之高。一方面，抉擇容易受個人嘅經驗影響；另一方面，當業務複雜度增加，單靠一兩個人已經難以全面兼顧。因此，治理委員會嘅角色就係將企業管治由個人責任提升為制度化嘅決策。透過一個跨部門有清晰職權嘅委員會，酒店可以更加有系統咁去處理合規、風險同埋管治相關嘅議題。喺實際運作上，呢個委員會通常都由高層嘅管理人員主導，亦都包括營運、人力資源、財務、資訊科技等部門嘅代表。咁樣就可以確保政策制定嘅時候，同時考慮策略層面同埋實際執行嘅層面。比較常見嘅問題就係，委員會通常只係形式上去開會，並唔係真正嘅決策機制。如果冇咗清楚嘅職權、匯報同埋跟進嘅安排，委員會就好容易變成只係一個形式。所以其實委員會點樣設計，就係企業管治成熟度嘅一個重要指標。即使有完善嘅治理架構，如果制度建立之後唔再檢視，風險依然會慢慢咁浮現。所以企業管治必須包含持續監察同埋改善嘅機制。酒店可以透過定期分析投訴數據、合規事件、內部審查嘅結果，去判斷制度係咪真正有效。監察嘅目的唔係去揾錯處，而係確保制度能夠隨住實際嘅營運去調整。如果發現某啲程序經常出問題，就代表住制度本身係需要改善，而唔係單純要求前線跟足個程序去做。另一個經常被低估嘅關鍵就係資源嘅分配。任何企業管治措施，如果冇相應嘅人手、時間同埋預算去支持，最終都只會留喺文件嘅層面。資源分配其實就係管理層對企業管治承諾最直接嘅體現。如果要求得越多，但係資源冇同步增加，制度就只會變成對前線員工嘅負擔。要令企業管治真正落地，管理層嘅承諾同埋制度透明度非常之重要。承諾唔應該只係一句我哋支持，而係反映喺實際嘅行動上。例如，企業管治嘅原則有冇正式寫入政策文件？管理層作出決策嘅時候，係咪真係都依照呢一個原則？透明度方面，前線嘅同事需要清楚知道制度內容、處理流程同埋責任嘅分工。當員工遇到灰色情況嘅時候，又唔清楚可以去問邊個，
佢哋就自然會自行去判斷。制度唔透明，最直接嘅後果就係做法不一致。長遠嚟講，呢一種不一致就會削弱企業管治嘅可信度，亦都會影響客人嘅體驗。行為守則同投訴處理嘅流程係企業管治喺前線最直接嘅呈現。行為守則嘅功能係幫助員工喺灰色地帶作出一個一致嘅判斷。佢唔係為咗限制彈性，而係為咗避免每一個人用唔同嘅標準去處理同一個問題。投訴處理嘅流程同樣都好重要。如果處理嘅方式因人而異，客人就好容易感到唔公平，亦都會剝削對品牌嘅信任。包容性嘅管治就可以確保制度唔會因為部門或者職級唔同而出現雙重嘅標準。當制度一致，企業管治就可以被視為可信同埋專業。商業道德喺企業管治入邊係一個極為核心，但係亦都好容易被低估嘅部分。喺酒店業界，商業道德並唔係一個抽象嘅概念，而係每日都會遇到嘅實際情況。例如同供應商嘅合作、收受禮物嘅安排、利益衝突處理等等。如果冇清晰嘅指引，員工就好易陷入兩難，亦都可能無意之中為公司帶嚟合規嘅風險。企業管治嘅角色就係透過制度同埋培訓，喺事前引導員工做出正確嘅行為，而唔係等問題發生咗先去追究。當商業道德框架建立好之後，下一步就係要點樣透過制度去保障，確保呢啲原則可以長期維持。呢一點亦都自然引出下一部分我哋講嘅內容。承接上一部分所講嘅商業道德原則，下一個關鍵問題就係點樣確保呢啲原則唔會只係停留喺理論嘅層面，而係真正落實到日常嘅工作之中。其中一個最重要亦都最有效嘅做法就係強制性道德培訓。喺酒店業界，員工每日都要面對唔同嘅實際情景，例如同供應商來往、處理客人嘅要求、接受款待或者收到禮物等等。如果冇一套統一嘅培訓，唔同嘅同事對同一件事可能會有完全唔同嘅判斷方法，從而造成制度執行不一致嘅風險。所以強制性道德培訓嘅目的並唔係為咗增加員工嘅負擔，而係建立一個共同理解同埋一致嘅標準。培訓嘅內容應該結合實際嘅案例，幫助員工理解喺真實工作情況下，乜嘢情況係屬於可以接受，而乜嘢情況係需要避免，亦都應該清楚知道，如果遇到問題時，可以向邊一個查詢。除咗培訓之外，制度亦都需要一個安全而可信嘅反應機制。如果員工發現或者懷疑有不當嘅行為，但唔知道可以點樣做，或者擔心反應之後會影響自己，咁制度本身就難以發揮作用。所以建立清晰嘅舉報同埋跟進機制非常重要，包括匿名渠道、保密原則以及公平處理嘅程序。重點唔係鼓勵舉報，而係確保問題可以及早被發現同埋妥善處理，避免小問題演變成重大嘅風險。至於反貪污同埋修例嘅政策，關鍵就在於具體同埋可以操作。如果政策只係講原則，而冇清楚界定金額嘅上限、申報嘅要求同埋禁止嘅行為，前線嘅同事就好容易陷入灰色嘅地帶，亦可能無意中違反咗制度。當道德培訓、舉報機制同埋反貪污政策能夠有效運作，企業管理嘅基礎先算做穩固。而下一步，我哋就需要進一步去關注另外一個同信任高度相關嘅議題，就係數據私隱。跟住落嚟嘅主題係有關數據私隱。呢一個議題喺酒店業界尤其重要，
亦係近年企業管治入邊最受關注嘅範疇之一。酒店每一日都會接觸大量嘅個人私隱，包括客人嘅身份證明文件、聯絡方法、住宿記錄、支付資訊以及員工嘅個人資料同埋內部記錄。呢啲資料一旦被不當處理，後果唔單止係操作層面嘅失誤，而係有機會引發法律責任、監管風險，甚至對酒店品牌信譽造成長遠嘅影響。因此，數據私隱唔應該被視為單純嘅資訊科技問題，亦唔應該只交由 IT 部門去處理，而係一個企業管治層面嘅管理議題。管理層需要清楚理解，數據私隱涉及嘅唔只係系統安全，而係制度設計、責任分工同埋風險嘅管理。喺實際嘅執行上，酒店需要建立一套清晰而且全面嘅數據私隱政策，列明資料點樣被收集，同埋用喺邊啲地方，保存幾耐，以及喺咩情況之下需要刪除或者銷毀。呢啲原則唔可以只係寫喺文件入邊，而係要同實際工作流程緊密配合。同時，管理層亦都需要確保私隱政策能夠透過培訓同埋日常管理真正咁落實。對前線員工嚟講，清楚知道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往往比理解複雜嘅技術或者法規條文更加重要。當制度清楚、指引明確，員工先可以喺保障客人私隱嘅同時，安心完成工作。要有效管理數據嘅私隱，單靠政策文件並唔足夠，必須要由3個層面同時配合，先可以形成一個完整而且可靠嘅管治體系。第一個層面係員工嘅培訓，所有機會接觸個人資料嘅員工，無論係前線、後勤定係管理層，都應該接受相應嘅培訓，了解資料處理嘅基本原則同埋常見嘅風險。培訓嘅內容應該貼近日常嘅生活，而唔係停留喺理論嘅層面，例如點樣處理客人嘅資料查詢，點樣妥善保存文件，點樣安全去使用系統，呢啲都應該清楚咁說明。如果冇預先安排，事故發生嘅時候就好容易因為混亂而延誤處理，反而會令問題擴大，對品牌同埋信任造成更加大嘅傷害。第二個層面係事故應變機制，即使有完善嘅制度，資料事故仍然有可能會發生，所以酒店必須事先建立清晰而可行嘅應變流程，包括一旦發生問題，應該由邊個負責通報，即時要採取啲咩行動，以及點樣作出內部同埋對外嘅溝通，以減低事故帶嚟嘅影響。第三個層面係供應商嘅管理，酒店營運往往需要依賴外判服務，例如 IT 系統供應商、網上預訂平台、清潔或者支援嘅服務。企業管治要求酒店確保呢啲合作夥伴同樣遵守私隱標準，並將相關嘅要求清楚寫入合約之中，避免因為第三方而產生管治嘅漏洞。去到呢一集培訓嘅最後，我哋可以作一個階段性嘅總結。由治理架構承諾到透明度，到商業道德同埋數據嘅私隱，可以清楚見到企業管治並唔係一項單一嘅制度，而係一個貫穿整個酒店營運嘅管理框架。每一項制度表面上都好似係各自獨立，其實彼此之間緊密相連，互相影響。例如，如果冇透明度，員工就難以理解制度背後嘅原則，亦難以建立一致嘅道德文化。如果冇清晰嘅管治架構，即使有完善嘅私隱政策，實際執行嘅時候亦都可能出現落差。對酒店業界嚟講，
企業管治嘅真正價值，並唔只係在於合規，而係幫助員工喺複雜同埋高壓嘅工作環境下，作出一致嘅合理判斷。當制度清楚、標準一致，員工就可以更加安心專注做好服務，而管理層亦都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風險同埋提升營運嘅穩定性。最終，良好嘅企業管治有助建立客人、員工同合作夥伴對酒店嘅信任，亦為酒店嘅長遠發展打下穩固嘅基礎。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喺結束之前，想麻煩大家花少少時間掃描呢個二維碼，填寫一份簡單嘅問卷。你哋嘅意見對我哋嚟講非常重要，可以幫助我哋改進同埋完善未來嘅課堂。再次感謝大家。